这古水哦带出来散步哦。哎，这是我的狗啊。这古水哎，这只袂歹吼。这袂歹吼，人吼，若是有惊这个孤单的，甲我共款啊，就爱随身有一只动物伴。哦，你饲这只够好，这饲了足省的啊。但是啊，伊嘛足轻啊，你看，袂学袂讲贵。袂叫对啊。是讲伊会跳舞袂哈？伊会跳舞啊，安尼啊。嘿啊，无啥物？你这吼，我感觉差淡薄啊。差淡薄啊。我饲一只吼，音乐甲放落水会跳舞。哈，无可能。无可能，啥物？来，迄个 Lucky 啊。Lucky 是个。你看，够厉害嘛！哇！哎呦喂，这厝内气氛偌好嘞，有无？跳舞啊！你笑呢？哎呦喂！哈，老师 OK 啊，谁叫你放到遮长着？足忝的，开场足忝的。有古水无？这是你的动物伴。哎呀，你的狗会使叫伊带去散步啦，咱去带去散步。啊，袂当共食掉哦。是啊，吼，爱温柔哦。爱温柔啊！啊，咱今仔日到底是要创啊？今仔日咱拄仔有讲嘛，动物伴嘛，动物是人的上好的朋友啊。嘿啊，这就是今仔日的主题。哦。咱今仔日的好朋友呢，嘛是一个动物专家。咱来邀请杜关啊老师。杜关啊老师，那是古水的名。哎呦，杜关啊老师你好。我是杜关啊老师。老师你好。伊生做嘛最亲动物嘞。这是真的啊，这是真的啦。这真的啊！你摸看卖。伊咧行路呢。伊是正经的当然在行路啊。哈。伊是竹节虫。竹节虫，台语叫啥物？树鸡虫、竹鸡虫。哦，树鸡，伊就看迄树鸡同款呢。是，但是这鸡足肥的呢。伊拢母的，刚爱较瘦，母的较肥安尼。伊是有咧紧张哟。无咧紧张啊，伊很放松安尼。就笑呢。你平常是都拢饲因安尼哦？饲嘿啊，饲我饲一个猪啊，饲足侪种的安尼。我饲几啊10种虫。你饲虫要创啥？饲虫哦，好耍，好看。足笑的，你真是讲袂出来呢。笑，好耍，你是要安怎甲虫耍？我的工课就是教小朋友，这认识这些动物。是晒这虫，对。我拢有 follow 你的 IG 哦。谢谢。伊有饲啥物？有饲水滴卡皮巴拉。水豚就好，迄一只足大只呢。伊即摆是细只的，还有饲足侪银鸽，搁银鸽，搁有蛇，足侪蛇。我是龟啊、细卡啊，嘿。足新鲜，系啊，因为我自细汉嘛足爱动物，我的梦想就是有一间动物。你会使甲伊交往啊？好啊，等下留奶好无？但是你这两只这白一个，无问题。你即马这个白。这古水的，伊食菜啦。伊食菜，伊足水呢。你是安怎看？讲伊足水哈，我哪？伊你头讲，你安怎看？伊的细节足侪，足油的，系啊。Magic，哇，这主人就是 Magic。你看，伊讲抱。无要紧吼。你两个真正足适合交往的呢。哦哟，足古锥。哎呀，说抱。我今日较客气啊，我无甲我的动物拢带来，有酷鱼啊。别，那安尼我想讲一季咱会无够。我甲你讲，工课对啦，咱开伤久啊。今仔日咱的导览先生的到底是啥物厉害的人物呢？爱互当天来介绍哦，工课破当天。
大家好，我是教小动物台湾古水的冬天，哇，你家己背甲袂超车。我头拄看的主持人哦，甲迄杜官仔老师有无？讲着足侪足深色的动物伴，安尼今仔日要来带大家熟悉什么款的动物伴呢？请看 VC 啊！无错，今仔日要介绍的动物伴就是狗仔甲蜜蜂。吼，咱若讲是蜜蜂吼，咱平常时看蜜蜂，紧来选对无？啊，看狗仔，就是要定死对无？到底有啥物？今仔日两位老师会想要甲因饲做动物伴咧？马上来欢迎咱头一位导览先生。头一位导览先生，伊是吼靠在狗仔咧食穿的，吼。佮开公司哦，饲狗遐饲甲会当饲员工啊！蚂蚁帝国的国王王炳胜老师，大家好，欢迎！大家好。哇，这老师哦，自高中的时阵就开始饲这狗遐，即摆饲这狗遐饲一档会用赚到要1000万。无啦，无遐厉害啦。啊，佮外销到哦20来个国家，哇！老师，你安尼咱讲是一个料想袂到的台湾之光安尼。啊，毋过咱今仔日哦，佮有第2位导览先生要来甲你讲。好，啊，我等下来介绍你熟悉者，好无？啊，老师先请坐，哈，先请坐。第2位的导览先生要来介绍，伊是为这澳洲饲这蜜蜂饲转台湾的，哈，蔡明宪老师，欢迎。哇，老师，哇，这老师不得了，你这蜜蜂哦，你饲到连迄高中学校内底拢有。啊，我咧想讲，你是专门咧。咧，吼饲这蜜蜂吼，专门咧都市饲蜜蜂啊！我伫咧想无，伫咧都市人济地佮贵，啊，这蜜蜂到底是要带倒？吼，饲甲连高中学校内底拢有，啊，而且我想无这蜜蜂到底有啥物好诶？佮饲甲出册哦，啊，佮吼，佮嘿啊，遮高哦，啊，佮翕迄个影带有无？来去教大家要安怎饲蜜蜂。我等下来听你分享你的故事啊，老师，你先请坐，咱做伙来坐，行。欢迎。狗你看册，你啊，拄则阮冬天讲你饲狗遐，是啊饲甲开公司对哦，不得了。你有算过你饲偌济狗仔无？哦，足济呢，可这是几百万，可能几百万只。就100万，我感觉。无啦，无这，几百万。你饲狗遐饲啊开公司，饲甲1年赚1000万，对，营业额啦，营业额。哇，是想甲你买狗遐哦，足济人啊，嘛是有学生啊，嘛是有讲诶，敢若饲鱼啊，共款伫咧厝内饲。你有买？真的啊！真的。啊，你买狗遐要创啥？阮伫咧厝咧讲，迄甜的嘛，客咧遐生狗遐啦。啊，你搁讲买狗遐，阮惊生狗遐，你搁买狗遐？趣味啊，看行来行去啊，食物件啊。因为住喺内底是阮看无的所在。系啊。你住喺外口是看无的嘛？啊，因收内底狗遐足济，你伫咧外口是看无的，所以上趣味的是喺内底。甲咱人看迄种猥琐的模型同款，伊社会。哦。小小的社会。小社会。哦，是安尼。你想要看别人因兜的窗户内底有啥，你就会看伊个。这种偷窥的快感。哦，敢是的感觉就对啦。哦，啊看甲搁有迄个外国的人来找你。26个国家。26。对，阮袂加26个国家，啊，搁有迄哈佛大学教授来甲遮去看咱敢若饲狗遐的，啊，阮嘛去遐去甲斗相共。
哈佛大学对，专门为伊来。来这看狗呀。哎呦喂啊！消化这真正厉害。你是不是理解不能？我懂你个，我懂你理解我懂。这是什么世界啊？我想无呢。啊，这边狗呀，这边翅膀。嘿，我先问一下，有人讲你是做成一个艺人无？啥人？迄个叶翔啊，乌蛇，哦，真正吗？这做乌色的是乌蛇，这只哇，你笑起来足像的。真正哦。你摕只假款买好无？啊无你摕啥？你唔摕蛇，你摕啥物？这我家己写的册啦。哦。哦，老师用了7年写了的册，下一册。芳的故事拢去写去内底。哦。所以跟上。哦，是要送分的。对。不要你看哇！感谢，谢谢啊。明显老师真正是我的老师。真正是你老师什么意思？我有甲伊学棋盘过啊。又来上我的课啦。我有去上课，社区大学，我真正是伊的学生。哦。是啊，来教我礼物。迄人的糖你送啦，我把你教我听这个，我等于我就拄啊一本册，我讲话转来啊咧。系啊，老师请老师多谢。你真正去甲老师上课？是啊。啊，学安那起芳哦？安那起芳，因为我互芳吼，真正感动着我。芳吼，真正是一个足有智慧的动物。芳，嘿，芳是。安那讲有智慧？老师你来讲。巧的啊，伊家己会出去找物件吃，伊家己转来哦。你唔免你唔免教伊来家己去找物件吃。伊有内建 GPS。对，厝内底伊个树内底有做侪这社会行为，做复杂的，等一下甲伊介绍一下。这两种动物吼，伊的团结力量大。若是无这两种动物，咱的世界会毁灭呢？会无去呢？咱会死去呢？我甲你讲，救世者就是安尼，就是狗遐甲芳无去，咱世界无去，最重要的。安尼，无来听看的，来啊，好不？这几位老师先。高兄，高兄，对哦。安尼秉承老师来入场。狗遐咧，伫咱世界上有2万几种哦，较济哦吼。啊，伫台湾就3、4、8种较济。伊的腹肚内底有放食物嘛，只手边迄只甲吐出来，啊，倒手边迄只甲输进去。这甲阮阿嬷细汉咧甲我示范呢。袂使安尼做，飞起来了咧，伊去交尾了，啊，这公的就抓起来啊，死去啊。狗遐会有心，狗遐当时有心，你捌看过狗遐有心吗？啊，一个搬尸体，搬尸体去的，这就是放个哎呦，拢是尸体，这是狗遐蒙阿波呢。对，蒙阿波。你看，真的啦，拢一只啦。安尼秉承老师来入场。大家好，我是饲狗侠18档的狗侠王，所以我来给大家介绍狗侠到底有啥物重要，啊个为啥物我会饲狗侠，狗侠到底有啥物趣味的？来，狗侠咧，伫咱世界上有2万几种哦，较济哦吼。啊，伫台湾就3、4、8种较济吼。啊，有的狗侠倒在树仔顶，有的倒在涂骹，有的倒在一物顶头，啊，有的倒在咱的厝的。啊，有的狗侠呢，伊会去食活的虫，伊去掠。哦，所以伊会控制这个世界上的虫的量。啊，有的狗侠会去食死去的虫，所以伊敢清道夫的款，伊去甲世界上的这个尸体去清掉。哦，啊，有的虫呢，有的狗侠呢住在土内底，所以因爱甲较深的土挖出来，哦，做家己的收。啊，这个动作呢，会使甲土这个土去做循环，哦，所以上重要。啊，而且伊咧生活的过程中，伊的这就会帮助这植物生甲足好的，吼，所以伊对这咱的生态是非常重要的。啊，毋过若是这个狗遐呢，伫咱厝内出现，是毋是足讨厌，对无？吼，啊，毋过伊伫咱厝内嘛是足重要。为什么安尼讲呢？哦，若是咱厝的有囡仔有无？
啊，这囡仔呢，食四小啊，食掉啊无啦，这我今麦尴尬，你知道我听听，你讲高晓啊，啊，就乖就乖。对，啊食四小啊，六个满四个对无？啊，咱又看卖，上个第一个发现。哦，大家拢高晓，毋是妈妈的第一个发现。啊，你若食物件，六个满四个对无？哦，啊，未生高晓。若是妈妈无发现的时阵，哎，上个来发现。爸爸，爸爸无遐骨啦，爸爸会斗食，佮做伙食做伙人对无？无毋对，就是狗遐对无？哎，咱你想看卖，恁厝的若是无狗遐，刷落来倒一种虫会来食，家蛇对无？啊，佮有啥鸟鼠会来食对无？哦，啊，毋过咱厝的若是足清气，真正无狗遐，嘛无家蛇，嘛无鸟鼠，啊，这个四小孩会发生啥物代志？四小啊，伊会歹去。对，会烂去，会歹去，爱洗狗对无？所以咧。这一项代志，若是无狗遐出现，就可能有家蛇、鸟鼠，啊，佮烂去，细菌、霉菌会去甲食去，吼。所以狗遐伫咧世界是足重要，吼。啊，落下来我来甲大家介绍，为虾米狗遐咧较趣味，我哪会足介意，吼。咱来看这张相片吼，伫咧狗遐世界内底啊，甲一般生物无共的所在是伊有无共的阶级。啊，这个阶级咧有大只的，有细只的，啊，佮有实的，吼。所以咧，伫咧因的世界中，伊出世偌大只，伊就是固定的，伊袂甲人共款。啊，我会使佮足拍拼的，爱做头家，无伊是一出世是公遐，啊，细只的这就公遐，伊就这世人就是公遐，所以伊的工课就是要做公遐的工课。啊，较大只的这头较大的有无？伊就是兵遐，所以伊就是保护伊的树，啊，巴肚较大，会使放较济食的伫咧巴肚内底，吼。啊，这上大只的这只呢，就是大家知影的狗遐王，哦，所以伊的工作，伊的工课就是生卵，所以这个公遐呢，甲兵遐是无法度生卵的，吼。啊，这个狗遐王要安怎来？咱来看这张，吼，有看这敢若生敢若怎蠓有无？伊是狗遐中的公的，所以叫遐公，吼。啊，这个大只的会叫遐母，所以呢是这两只会飞去天，所以伊会有实。飞起来了后呢，伊去交尾了后，啊，这公的就拽起来，啊死去啊，无效啊，对。高了就无呀。对。毋是，狗遐会不有实。狗遐当时有实，你捌看过狗遐有实吗？有啊，迄落雨的时阵啊，落雨拢有白蚁哦，哦，足侪。白遐甲狗遐是无共种。嘿啊，迄是白遐才有实啊。一般的狗遐拢是伫咧涂骹白啊。对，因为伊咧飞起来的时阵，你无看到，你看袂到，伤细，你嘛袂去注意。所以呢，因是飞有选日子去飞的，啊飞交尾了后呢，阮来看后一张，伊就即个狗遐王呢，就开始生卵。哦，伊家己生卵，啊一开始是无人甲照顾的，所以伊爱家己照顾。啊，这卵会捕捉幼虫，啊，卵来愈大只，啊，佮结茧，啊了后再变一只狗遐。所以阮看后一张，等伊有家己的狗遐、公遐的时阵，这个公遐就会照顾这个幼虫甲这个茧的部分，所以伊会去外口。甲虫抓转来，啊，放伫咧幼虫顶头，啊，互伊家己食。啊，有一寡狗遐的，毋是安尼哦，有一寡狗遐的是会甲伊甲食的放喺巴肚内底，啊，转来厝的时阵呢，啊去饲别只狗遐，啊，搁饲幼虫。哦，咱来看即个影片，伊就是安尼饲，伊巴肚内底有放食物嘛，啊，拄着别只的狗遐的时阵，我讲我巴肚枵啊，你会使互我食无？好，你小等者，甲吐出来。啊！吐出来了后咧，你看。只手边迄只甲吐出来，啊，倒手边迄只甲输入去。啊，伊若是食饱，伊的迄个触角就讲哦，我停起来。啊，伊若是搁要食，伊就会直直甲讲啊，我搁要食，我搁要食安尼，足趣味的。所以咧，伊伫咧外口找食物的这狗遐转来的时阵，就是靠这种方法去饲内底的狗遐。这甲阮阿嬷细汉咧甲我饲同款呢，袂使安尼做。阮阿嬷伊嘛是安尼啊，宝宝才互我食。如果人袂使安尼啊，咱有喙烂有无？啊，因狗遐袂看病嘿，保迄狗遐不要紧。哦。若是伊有无共的工课，无共的阶级，啊，因住的所在呢嘛有足侪间有无？因有分无共间的，伊要放啥，你要做啥的，你会使约看卖。因的粪扫会放喺袋，啊，因的卵甲伊的狗遐王会带喺袋，恁约看卖。粪扫呢？嘿。粪扫，等咧外口，对，足厉害，等咧外口。系啊。啊，卵甲狗遐王会带喺袋。卵一定是安全的所在，上深的所在。无毋对，上深的所在。对，好，啊，即摆来看咱我有炸迄狗遐收来，阮来看卖。哎呦，狗遐收哦。对。这就是咱做的狗遐收，啊，外口这
顶悬，就是咱伫咧世界外会使看到的。嗯，哦，啊，其实呢，因伫咧内底的高遐佫较济。这就是伊的出入口，伊的位遮倒位倒位，这边，遮哦，遮出口。对对，这出口，所以因遮全部的高遐，你位置，下骹下骹下骹，对对，会看不就是敢若遮尔，下骹你看你看。你看会到吗？有啦，你看到吗？对啊，你看囥两个所在，伊即马囥喺遮，这因在建，敢若米，敢若就敢若饭店有无？看到咧对，，这是建。刚刚米芳共款。对对对对对。哎呦，就这了，密集恐惧症。所以伊即马伫咧内底，啊，头咧孵卵，对对对啊，偌久伊会孵出来？差不多2个月为卵变做成虫，嘿所以就是咱看到狗遐。嘿，嘿，伊伫咧内底有分无共间的放伊的幼虫的所在。嘿，啊，伊的粪扫这是一，间，啊，对对佫有倒位？个这间嘛是，这间嘛是。嘿，放几落间。有3伊间。放袂落，所以放放悬幼虫对对对，嘿无一定看偌大树，愈大树伊放幼虫的所在愈济，嘿，因为爱分开照顾。啊，其他的房间才是咧创咧餐厅。休困的。哦，休困。休困的，哦嘿，啊有一个房间是因狗遐用的所在，狗下嘿，红毋过伊会扎起来爱找，嘿，等下我找看觅有。伊有啥物特色啊？上大只，上大只嘿你看着知影伊是狗遐红。哦，啊，伊的粪扫就到等咧外口。一个收内底有几只狗下红？一只，大部分的品种是一只，嘿嘿，啊有一寡像咧住喺厝内底遐个狗遐，伊就是无拿一只，嘿，嘿，阮讲就多以后还是单以后安尼，嘿，哎，这啊一个搬尸体，搬尸体去的咧，伊咧当粪扫。对，粪扫。所以伊会甲尸体搬去对。伊个搬去后只，来我洗互恁看者，这就是放个粪扫。哎呦，拢是真尸的体。呢，这是狗遐蒙阿波呢。对，不包。你看，真的啦，拢一只啦。啊，伊甲摕来只蛋啊，你对，等看只啦。因为狗遐是2D 移动的，所以伊毋知影距离是用行的距离嘛，所以伊咧行的时阵，伊会刷到遮来啊顶悬，啊搁放落来，所以感觉遮是上远的所在。哦，我了解啊，伊的尸体一定爱家等离伊的收上较远的对所在。对，无毋对。哦，所以惊到装上远上的所在才较等落来。对，足巧呢足巧。安尼你有想要饲狗也无？啊，点问啊，着。搁伊饲足简单，你直接互伊食的，啊，而且伊的便所你也免清，伊家己会清理。伊有变做毋是计放了无，伊会固定一个所在要做便所。真巧对。对，啊，伊的啊，伊的变做咧对。伊会厝内底无共间，有一寡乌乌的所在，较乌的就是扫吗？嘿，较乌咧内底，因为找一个所在去放。啊，伊会使敢会足臭。袂，伊是液体的，所以打气就无啊，打气就乌乌尔，对，所以你免清。啊，你饲宠物伊就袂放屎，敢会放尿尔。对。感觉不哩啊趣味咧。所以讲伊是非常简单啦，你就免去清伊的无简放单屎。无简单。啊，你咪拢有咧卖，啊像安尼一收，这是安那卖？哦，其实阮是较细组的开始卖，嘿，啊为较细收的，啊有从为1000块到7、8千的，看你选啥物收，选啥物狗遐去算。啊拄则迄收安尼。哦，迄可能爱几万块的，因为迄收我饲4、5年啊，迄收我饲足侪年才有法度遐济狗遐，所以成本实在是足悬的。这我无法度想会到讲安尼一收狗遐几啊万箍呢。哎，收是咱 DIY，阮家己做的啦。去路边的狗遐，我嘛会当趁1000万。无度，因为爱有伊的狗遐，才有法度继续饲。啊，对，你爱规收的才有法度继续饲。好，狗遐世界足精彩啊！再来换咱蜜汤的世界，来有请赵老师。咱你看即只蜜芳，伊个是早迄盐水的回粉，咱伊的回粉个是紫色的，这是芳王大的芳丁。哦，咱个王台，伊住咧这条内底，芳王出来了后啊，你就会看无有摆王台无？有的时阵，伊个会把这王台夹掉，会夹喺死去内底。哎呦，这个是饲芳的人欣赏芳王林的过程。这高高的树，这无爱共款物件，就是芳王林。嘿，咱正在做这植物的时阵，咱的环境就愈来愈好。莫讲咱拢摕伊的味啦，摕伊的芳王林啦，咱拢无管伊安尼袂使，所以就会挑起啊。嗯。
来换咱蜜芳的世界，来有请蔡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蜜芳老师，今日要甲大家介绍蜜芳的故事。大家第一届想到蜜芳会想到什么物件？会讲定。啊，佫有无？芳蜜。芳蜜，实际是吼，蜜芳上重要的是就是伊会甲咱浪花。啊，这你看这个相片，就是有3只蜜芳伫在菜瓜顶悬，浪花。那有浪花的这菜瓜啊，伊个会生到这大，哦，迄较好食安尼。因为无蜜芳浪花啊，咱的水果啊，咱的食的青菜啊，伊的品质个足歹。这个树足水的呢，伊叫做浪花浪花咧，咧甲伊浪，哎呀！咱浪花的时阵，伊个会把甲伊的蜜插去等于厝内底。那伊这个厝内底伊个饲伊的囝、伊的螃蟹啊，吼，那伊会个愈大愈。咱饲芳的时阵，伊去帮咱斗相共浪花的时阵，咱会使采伊的蜜，咱来个有蜜会使收成安尼。吼，咱是一张。蜜芳吼蜜芳树内底，甲大家学看卖咧，有啥物？有三种。3种啥物？3种伊的阶级啦。阶级，阶级，对，阶级有一个有甲高遐做共款的。拄仔有讲是有工的，工的做工的，工的，钢芳，钢芳，对，啊，佫有生两个，是迄个王，芳王，啊，佫有一个芳王爱生两一定要，这2个是无，啊，佫有一个香芳，香芳啦，香芳上香啦，香芳啦，嘿，那你看这吼，咱蜜芳要大，伊大的树啦吼，伊是六角形的，但是你看这甲无共，这是芳王大的房间，咱个王台，王台就芳王会使大，你看边啊这六角形的，对，这条，伊住咧这条内底，对，伊细汉时阵，过去内底，伊个内底大汉啊，成型来以后，伊个会加出来，这个是伊个爬出来，这个是芳王。嘿，伊个直接爬出来，爬出来伊个会去树内底看，佫有排王台无？咱一个国家内底有一个王尔嘛，对无？袂使2个王嘛。所以即摆即个芳王出来了后啊，伊个会看无有排王台无？有诶时阵伊个安怎？后一张来看觅，伊个会甲这王台夹掉，互伊夹死去内底。对，可以死内底做，只有我会使是王，别个拢袂使。对，这个是夹掉的。你看拄啊第一张就是伊出来时阵是遮出来着无？对。但是伊夹掉是个只有一个空，伊个是夹掉的这个痕迹安尼。够残忍的呢。后宫甄嬛传就是安尼啦。敢若会使有一个王哦。那芳王啊，伊个从细汉时阵到大汉，伊拢是食一个做营养的物件。你要看嘛是食啥物件？伊拢食牛排啊？牛排吗？我甲你讲，这物件比牛排更加营养，佫较补，更加补。牛奶啊？啊，无，各有。牛奶。你有听过芳王奶无？芳王奶有啊，足贵的。有食过无？有啊。无，我食袂起。那底下空食袂起。是不是？有淡薄仔香对无？对。嘿，来，咱看这张，这个是咱饲芳的人欣赏芳王奶的过程。嘿，这一只这细这只，这个是芳蟹啊，这个是芳王囝，吼，伊细汉时阵个安尼。一只尔。嘿，一只。咱拄仔毋是看到王台吗？对。咱饲芳的人就讲啊，迄芳王奶吼做营养的，我甲伊欣赏做一个芳王奶，但是迄王台有时阵蜜芳会建王台，有时阵卖嘛。咱要哪互迄王台做一个，咱个用一个塑胶，亲像王台共款。咱甲迄做细只的螃蟹，给放去内底。咱去骗遐内底的蜜芳讲，这内底吼要大汉拢是芳王啦，你赶紧吐迄芳王奶互因食。咱2工以后啊，咱个会使把这芳王奶给喂出来。
咱要传之前啊，用迄粒仔把这细只的芳仔囝，这芳虾给抓起来，啊抓起来毋是单条，这把做营养的哦。有一种保健食品叫蜂子，唔知道你有听过无？迄个是把迄芳仔囝啊做去冷冻干燥，啊磨成粉啊，会使食，迄个嘛是做营养的。嘿，那这个高高的像这无爱共款物件，就是芳王奶。芳王奶。老师，你安尼讲到这济味芳，我最喙大诶。哦，有传啊，有传啊。有传做者好食物件。你拢无讲话，你哪会嘴大？嘴大，我听。你敢若听？我听到迄蜜有无？我伫一直听，一直甜甜，我伫一直想要甜甜呢。啊无你莫啉啦，你莫啉啦。你来啊，你就提出来啊，来拢来啊，你是咧？咱市芳吼做者好的物件。拄啊食这是芳王奶嘛，啊，搁有这芳蜜，啊，搁有花粉，哦，啊，搁有一个蜂胶，是你市芳吼有做这物件吼，拢会使食，然后每一种拢做营养。所以咱即摆啉的这是啥物？这是芳蜜，芳蜜，芳蜜水，啊，蓝柠檬，对，蓝柠檬。这市芳蜜芳哦，互咱做一个做好的物件，咱会使吃，会使到三工人花啊。咱拢爱想讲，那我爱互蜜芳啥？咱会好蜜芳会到活甲做幸福的。莫讲啦，我拢饲伊，然后拢摕伊的物件，安尼袂使啊。咱嘛是要照顾因啊。咱要安怎照顾？你家看到就是会使个种做一个植物啦。那你会使要看下，这植物是啥物植物？啥物花？是啥物花？啥物？这台湾的哦，这毋是外国入来的哦，是咱台湾土地有的植物。特有种哟。唔是特种，乃是原生种。原生种。嘿，你摇一个，你摇一个。摇着无？可能啊啦。可能哦。伊的花把做水的，紫色的，芳一下，有无？看到无？嘿，可能啊是苦莲哦。苦莲，咱华语讲苦莲，这种可能啊，伊蜜芳会使食，咱伊的籽啊。鸟啊，袂使食，所以而且一个形成一个生态系统安尼。啊，佫有一种，你看又看卖这什么植物？咱平常时拢会食到，这会使，这植物咱会使食哦。这帮人会袂使食哦。有就，哎呦，有听到。对，高赞塔。高酱，谁高酱？啊，伊的花吼，把做水的，那蜜芳做爱食伊的蜜。蜜。咱种迄高赞塔的时阵，咱人也袂使食。那比芳嘛会使食，咱种在做这植物的时阵，咱的环境就愈来愈好。也搁有一种花，你也做看卖咧。这种咱平常时袂食到。这个你拢做这间人。咱拢食伊的叶啊，这是伊的花。提示贡丸汤会用这。菜头。唔是，唔是，倒干的时阵会青菜。N 水啦，咱拢食伊的叶啊，咱这是伊的花，啊，伊的花把做水的。那你看这只蜜芳，伊个是早迄N 水的花粉，迄个卡只。啊大只还是？高水。做高水的，咱伊的花粉个是紫色的。哦。那是咱会使种这，咱会使食的，芳嘛会使食的，啊，咱在那个环境啊愈来愈好。照顾安尼。蜜源植物。对，忘掉。就精彩的。咱这是咱这蜜芳的故事啦。赞！哇，好听啊！我今仔日感觉学到足多呢。想袂到哈。想袂到，有淡薄仔想要饲啦。但是但是我若饲芳哦，阮某可能甲我离婚。啊，咱今仔这吼，狗虾甲这蜜芳真正是咱这个生态哦不可或缺的一个生物啊。啊，毋过吼，咱嘛是要分一个关键的，要变一下输赢。哎呦，要加分题就对啊。搁要来加分题啊，无错。咱今仔两位老师。一个狗虾，一个芳啊，今仔日的加分题应该足恐怖。无啦，因较温柔啦，一个穿较好食的，啊一个是穿哦较好耍的。啊，咱来看吼，两边变出什么款的烟火？今仔咱来斗阵看烟火。来去。哦，咱即马咱要来做一个狗遐收就对啊，接起去，安尼会使互伊行过。对。
我哪会感觉我强要入坑啊哈！拍开啊，甲接打开，你使互伊走去哦。紧，对，好，这是上讲来你讲困难。安尼，安尼，今嘛变啦，哦，今嘛变啦，这是回粉圆啊，真正粉呢。无共的花有无共的味，会酸有酸的，有嗰苦是的，无苦的，无甜的。足趣味，恁今仔的故事我太介意讲咧，袂了呢。真正讲袂完。一个穿较好食的，啊一个是穿哦较好耍的。啊，咱就来看吼，两边变出什么款的烟火？今仔咱来斗阵看烟火。来去。哇，我三无呢，这是咧创啥货啊？这嘛这是啥货？那这是布置的，你会使家己去看你要放啥。这是食饭的所在，嘿，啊这是大的所在，嘿，啊这用这个讲去念，会去夹做伙。哦，咱即摆咱要来做一个狗遐秀就对啊你。爱做市内的设计师，哦，要设计一个狗遐秀，做设计师。对，所以你会使选一种，一人选一种嘿，一人选一种。啊，你来宾你先选，好，我要选空龙的。空龙的嘿，好。我改空。对，啊，我选这金字塔，嘿金字塔，好啊。啊，老师咧，好，咱选这这是啥？这森林哦，森林好，啊，我选这是这是荒野。荒野沙啊，漠我会的感觉。较无物件。家徒所以你会使四布，你会使放的物件较济啊。家己布置就对对对对对啊，啊，甲摕入去。啊，会使选一个你介意的迄装饰品，啊，这是你的水食水的，啊，这是食饭的，所以你两个会使选。我可以来这个好啊。对对，可能你每会使家己一选。地功能无共，其实敢若咱看起来爽甲无。送就好。啊，你有我爱介意我爱坦克，我爱坦克你，看起来爽就好啊。我爱对战的感觉。对战我爱坦克。安尼我要先放上招财。对，招财。哎，啊，布置好势，过来咧。过来，你就选一个树，啊，用这个拱去接起来。这毋是秀吗毋？是，迄是伊食饭的所在，餐厅啦。这是餐厅对。啊，这要提起来啊，就即摆这是伊的秀。秀，嘿，啊，你的爱字会使教这个。爱字教一个啊。系列哦，同一个系统啊。你接起嚟就好啊。接起去，安尼会使互伊行过。对对对。啊，两边接起嚟。所以若甲你买，这拢是会使家己做的就对嘿，啊。家己选，你看你要啥物主，看你要啥物设计。我哪会感觉我强要入坑啊哈！愈来愈趣味呢。安尼对无？对，安尼对。啊，这就是伊的地下道啦。剑龙。对对对。见了了啊，伊就会住喺厝的，啊，去食饭的时阵去餐厅找安尼，所以你爱放你的餐厅这是餐厅爱去食。对，啊，你的水果啊，是啥物食物就放，迄嘛是。这是不，啊，一个是放水，一个是放食的，这个扛起来啊，。我这一边放水，一边放食啊。嘛会使，你也嘛会使。安尼我唔免摕遐啊。拢会使你看这安尼，你有这选是秀无？一个房间。选你的狗遐无收，足紧就翘伊啊。我想讲伊伫遮耍就好啊。无袂使，伊爱会住喺使一直算嘛是爱困我啊。爱困哦，爱休困。安尼我会当关起来啊哦。，上个要来放高遐，倒一个要放高遐，还是耗子哥你互你会放高遐？哦，我放高遐好啊好啊放一定。啊，因会客芳。会使。啊，要安怎放高遐？遮有一个拱有无？接咧对，遮喺即边嘛会使。接遮喺即边嘿，嘿，安尼接落。安尼接落。啊这你甲拍开。哎呦，甲放起哩。这恁兜饲的狗遐对，啊呢？上大只这就是高遐。哇，我大细只差遮济，你看，你看，有几只？这只王啊，哎呦呦！喂，身躯足金的呢，嘿，拍开啊，甲接。打开，你使互伊走去哦。这个速度啦，速度，爱速度啦这个速度啊，那个紧就是快，快就是紧。紧，对，好，这是上我讲来你讲困难。安尼，非常路，非常路，这是上困难的所在了，上困难的已经过了。伊嘛比你较紧张，无你紧扛，你扛会着啊，你着家己慢慢啊行过去就好。啊，因即摆因就入去因的收内底啊去，找嘿，因会去找，就开始搬我，哇！啊，高遐王就伫遮。伊这就是洗身躯无，你洗面。狗血还身躯有啦有啦，洗身躯。
啊，伊水咧对，无用伊的喙暖。用喙来身躯。对对对。爱偌久才会搬厝搬成功哈？伊要去先去顺了啊，感觉即个房间袂歹，伊才会搬。你看有安全无？对，一个狗遐去，啊了，搁换别只狗遐，啊，大家拢看了，哎，感觉这适合啊，伊就搬过。哦，那你使用倒的无？袂，较无好啦，较无好，挂，锵锵锵！你讲伊即摆一只狗遐，伊会去看迄个树啊，感觉袂歹。顺有无？嘿，一只去啊，搁转来，啊，搁换别只。啊，伊转来，伊要安怎甲因朋友讲，遐袂歹呢？有两种方法，一个是用伊的触角讲，啊，第二种方法是甲抱起来，直接等咧身厝。我看一个，安尼。对。他这臭味，对。啊，你讲伊真用伊的触角，是要安怎讲？伊就是会可有身体有放出一个味，啊，这个味就是伫咧甲别只狗遐讲，阮要搬厝的味。好，真厉害！无共所在放出来味，费洛蒙啊，对，费洛蒙，费洛蒙，无共啊有攻击的费洛蒙，啊有沟通的费洛蒙。伊较会知影讲伊这个信号是就是咧讲这样。因为伊放出来所在是无共。伊若是为尻川放出来，伊就行这条路就是看到危险吗？食的物件。食的物件。伊若是，所以你看到狗遐会排队无？这个排队就是为身体尻川放出来叫中基费洛蒙，所以咧这个路的就会有这个味，啊，闻到这个味的就知影我要去遐找食的转来。所以伊毋是用目睭看的吼。这是伊的味觉受器，嗅觉受器。这是伊的鼻啊。对，鼻啊是咧顶头。伊的鼻啊。对。啊，伊的目睭咧对。对，嘛是共款。对，头前。是咧这样。对对对。对，拢甲芳共款。附近啦。对对，拢喺附近。你家这个味去掉，伊就会我袂走，伊就袂去带。哦。够厉害啦！这整个看一个波咧。团结，那若是人吼要去寻迄个新的所在，一定都是你去啦，我买你去啊。但是因哦，拢自告奋勇，拢家己去。家己去。哦。啊，一定是负责去找食的迄个工遐去找，得头一个，啊了后再去换别只。对对。啊是少年的出去，还是较老？哎，又看卖。你感觉是少年的去食，去找食的，还是较老的去找食的？当然嘛是少年啊。为什么少年？用啊。较用嘛。我又是老的。啊，为什么？老的经验较侪。哦，这是标准的错误答案。OK。不过是老的恭喜。老师，是不是要食物件？你讲了啦。不过你有对安呢，是老的。哦，因为外口较危险，所以老的狗遐较就是讲伊死啊较无要紧啦。对啊，那嘛就可怜呢。好啊，无咱来食。咱食了一个更。对。啊，这是啥物做营养哈？这是回粉做营养，这是拄啊看相片，咱回粉放去蜜芳的脚顶管嘛，就是这。咱食这回粉的时阵啊，打啊，咱就用回粉加糯米粉放做伙，咱就是回粉营养，这食起来。等一下，重点，当面来烘一下。来。爱蓝蜜啦，从来无味啊。这咧，这嘛会使放吗？对，这是互你看，咱你嘛会使食。哦。这个是回粉，大回粉。我爱食青的。你是高呀？这个是回粉。哦。咱回粉加营养放做伙，就是在回粉营养。哦。那这是大的啦。回粉就是讲，迄芳伊去菜转来的粉，真正菜转来的粉。因为伊的回粉放去脚顶管啦。那伊转去厝的时阵，咱就去厝顶管迄有一个坑。那伊你去遐桶内底，迄坑过迄个坑的时阵，伊的回粉就会落起来咧。回粉，足趣味。谢谢。足趣味，安那讲？你食讲有回粉的味，有回粉的味。回粉的味。那比赛个人嘛？真正粉的。啊，这知影是倒一种回粉，足一种的。看你附近有啥物花，有啥物花。无共的花有无共的味，会酸有酸的，有苦的。无苦的，嘛有酸的，嘛有甜的。那伊的色也无共。有的花粉个是黄色的，有的花粉是白紫色的，无是黑色吧，无是。
足趣味啊！我咧食的时候，我搁看到伊的酒顶管，伊爱到遐讲爱到甲到遐，徛咧伊的酒顶管。哇，你这是跳王，跳王对吧？这只遐王哦对，啊这只，无这是意境啊，就是现实甲虚幻啊呢。嘿，然后这是咱的地球啊，这是虫洞啊，这是咱的太阳。你真正足爱伊的呢。今仔日若是讲哦，恁女朋友甲到遐，互你选一个，你会选哇，啥？这问题是一定要选女朋友啊。我以为你会讲，我的女朋友就是高雄。哎呦，啊，今仔日若是你的女朋友，甲这个芳吼落落海内底，你会叫啥？米芳会飞，女朋友袂飞。知影生存，知影生存。啊，我甲你讲吼，这个手机啊嘛是爱摕出来投票一个。手机好虽然因的故事拢这么精彩着。好。好。 多少杯？好，老师有吗？嘿，学子有了两位老师，到底咱这课上了后，咱来宾主持人想要饲到遐，还是想要饲芳？来，一、两、三。到遐，选到遐较济哦。我先讲我的理，我讲真的，我若饲芳，阮某一定跟我离婚。就安尼尔，就安尼尔。天啊，看跑了！你免饲咩？我饲啊，未互你食。啊，对。啊，你选？我嘛选到遐。你嘛选到遐？我饲芳，若是我厝边看到，会喷咧放啊水。真的，对无？手臂会甲恁的。啊，我咧，因为伊是我的师傅嘛，啊，我有一个压力啊，就是这个册吼顶管我的名啦。你敢挂保证的啦？一定老师，我永远甲你做伙，嘿，做成，嘿，我伫遮啦，李佩仪啦，嘿。啊，当弟弟。我是因为吼，我惊讲我饲芳，甲阮兜狗仔顶甲满面拢是。我遮尔啊简单这狗遐真正上古锥啊！你看伊个下咱家己安尼 DIY 呢。真的太古锥我真正咧。杀着这狗遐。但是这投票只是一种投票啦，趣味啦。恁今仔的故事我太介意咧。讲袂了呢。真正讲袂完，有闲才搁来讲。而且今仔日呢，蔡老师伊讲一句话，讲咱拢咧食这个芳啦，咧食花粉啦，但是咱有帮芳做啥物代志？咱一定爱去种迄种蜜源的植物。卖用农药啦，卖用农药啦，嘿所以你毋是讲你咧饲伊，你饲的时阵，伊是咧教你。是。嘿，人毋好先过自私，对无？这个大自然毋是干那咱人类尔，佮有这么多的生物咧咱的地球顶，咱爱爱。哦。感谢恁，感谢老师，感谢高兄，感谢咱的芳。感谢朋友，感谢芳。啊，观众朋友，你若是有趣味的故事要讲给大家听，欢迎来海海导览先生报名哦。啊，你若是节目看无够吼，去台语台的 YT 频道拢会看得到哦。咱后集来相会，拜拜。拜拜，再会。